Good morning, everyone. This is Shay. 大家好啊，Shay 回来啦。今天本来想偷个懒儿，但是呢，还是过来拍这个视频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了。好，今天是我们流利说第8周年，所以我们这个纪念日就穿上了这个我们的文化衫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但是这件衣服有点小了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是简直就像一个健身教练。你看我的手臂，看这个手臂。然后加上我同事们都知道我是摔跤冠军，然后大家就说夏教练，夏教练。OK，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，然后我就想起来，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吧，就是前几年，只要我想到我自己的梦想，然后我就会想哭，我会真的会哭出来，然后就很怕我没办法实现它，因为我就即便我知道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去实现我的梦想，但是还是觉得这一辈子都不够，然后就会想哭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，我觉得一看到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句话。老规矩，这句话很简单，大家把它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，并且把它翻译出来，我们保持这样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听力训练，好吗？那我们开始。If your dreams don't scare you, they're too small. Have a nice day. See you.